好名禅定，外理想为禅；内不乱为定，外略得上，内心则乱；外略理想，心则不乱。本性自静自定，只为见境思境则乱。欲见自境心不乱者，是真定也。外理想则禅，内不乱则定。外禅内定，是为禅定。菩萨戒警魂，我本源自性清净，以念念中自境本性清净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清净自在如来智，日日心念一句偈，菩提自在如来智，一句偈法喜充满。